南美洲哥伦比亚一座大桥向放起，过路车对咧摔落，2个人死亡。当地政府无排除是武装团体发动攻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更新闻。日本东京新宿一栋48层楼仔悬，有电影院、剧场、餐厅的东极歌舞伎町塔，今日正式开幕，预计会成做新宿上闹热的新地标。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根据北韩的媒体报道，北韩是头一届试射使用固体燃料火星18新型洲际弹道飞弹。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讲，要互敌人行到一方。英国《Times》报道，英国运输部核准福特汽车一套免换韩德路会当自动监控路况的驾驶系统，会当合法伫咧高速公路使用，将做全欧洲头一个开放这套系统的国家。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德州一座农场怀疑是因为处理动物排泄物的机器温度相关爆炸着火，18000只牛去互烧死，是美国有史以来经济史上上界严重的农场火灾。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佛罗里达州众议院批准禁令，有新6礼拜以上都袂使甲囡仔摕掉。这甲英国有新15礼拜袂当摕囡仔严格比起来是加真严格，又搁引起争议。法国因后体乡议会改革引起全国大抗议，即阵有真侪城市拢有警民冲突，大众运输系统学校拢无法度运作。因为总统马克龙是用宪法直接把这个改革案通过。即阵法院是当咧裁定敢有合法。法国国光会发起的第12场全国反对退休制度改革草案示威13登场，工会共有超过100万人参加，不过内政部的数据是38万人，甲顶礼拜57万人比起来减少不少。规工落来巴黎街路示威场面拢正平和，只有巴士底广场精品店真济，明天大都有激烈冲突发生。差不多100个铁路工人冲击精品业大公司路易威登集团的总部，不过无留上久，就转去终点站歌剧院广场。烦恼当然是巴士底广场的示威，警方强烈执法程度，后边的民众是惊甲叽叽叫。Il y a de la violence des deux côtés. Après, la violence des manifestants, disons qu'elle est motivée par quelque chose. Ça fait 12 jours, comme je disais tout à l'heure, que les gens se manifestent. Et la violence policière, c'est juste inadmissible ce qui se passe en France. Pourquoi vous trouvez ça normal de taper des manifestants? Personnellement, je trouve pas ça normal. Moi, avec ma mère, on est pacifiste et on s'est déjà pris des lacrymos. Les policiers nous ont déjà chargés. Ça, c'est pas normal. 雷恩兰特这多市也激烈警民冲突发生，部分大众运输系统学校被迫暂停，但是巴黎到暗时为止，警方拘捕36人。马克宏政府动用宪法第49.3条款，世界国会直接通过退休金改革草案，是不是符合宪法的证据？宪法会议要伫10时做出裁决。若过关，总统马克宏可能马上签署合法案上路。过去几礼拜一直对工会要求无必参马克宏表示，若法院判决公布，伊会甲劳工代表来协商。Quelle que soit l'avis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sauf si il requinque la loi, il dit stop, que la loi n'est pas constitutionnelle, nous à Sudrail et nous à Solidaire, on continuera la mobilisation. 马克宏讲，要俾互年金系统伫未来数十年限制严重暗字，改革是一定要做。民调显示，每3法国人当中都有2人反对，同时也有部分政府内部专家认为，退休系统状况真好，就算无改革，有算也可能恢复平衡。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来看2场交通事故，南美洲哥伦比亚西南部有一座大桥是熊放起。伊当阵桥顶有几落只车对咧摔落，造成2个警察死亡。哥伦比亚政府是无排除讲这是武装团体发动攻击。另外，韩国有一只载33个以色列游客巴士在转弯的时阵并车，1个人死亡。
桥长几啊节顶悬的车，有的并且有的卡伫河中。南美洲哥伦比亚西南部一个大桥，当地时间礼拜三向崩落去。迄时阵桥顶几啊台车无法度反应，对桥落落去。代志发生的时阵，几台运送武器的警方卡车也伫桥顶无法度逃过一劫。Hay colapso total del puente que comunica al Quindío con el Valle del Cauca. Fueron involucrados en este colapso 2 turbos de la policía, 2 tractocamiones, un vehículo particular. Lamentamos la pérdida de 2 personas, de un intendente de la policía y un patrullero de la policía en este accidente. 这棒球事故至少2人死亡，15人受伤，罹难2个人拢是警察。当地媒体报道，这个桥有将近40年，是当地重要的木业运输要道。3个月进前，这定期检查无发现不正常。哥伦比亚政府在调查桥向崩落去的原因，无排除遭到武装团体攻击的可能。Adicionalmente verificar cargas estáticas, cargas dinámicas y también explorar la posibilidad de que se hubiera generado alguna afectación sobre elementos estructurales muy pequeños que pudieran haber impactado la estabilidad del puente por manos oscuras con intención de hacer daño. 越南韩是发现旅游巴士并且意外一台载33名以色列游客巴士，就是为韩国东南部的庆州市，入去有名温泉地区中州，是未到第一条公路顶悬登悬了后，并且车顶数十名游客甲数导游拢受伤，4人伤势严重，各一个60岁以色列附近人不幸死亡。南韩警方指出，出台这路段真假，巴士伫换挡的时阵失控弄到树啊，才并且公司新闻市反映报道。山球场通常规片拢是草包，这款大型的山球场的草包，逐工上无是爱用5000吨的水来压草。不过，伫咧非洲的布基纳法索本地就真欠水，无可能有水来顾遮大片的草，所以因的山球场是真特别，规片拢是土沙。这款规片拢是土沙的球场，在拍球的时阵，球咧练得调较无稳定，对选手来讲较有挑战性。而且这款球场完全毋免用水来顾，对欠水国家来讲是一兼二顾。欢迎来到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基附近的这个高尔夫球场。唔免怀疑，入口的牌仔顶头写的，真正是高尔夫球场。这个球场伫1975年起好，到今已经差不多50年啊。有一个18个洞的球道，甲2个9个洞的球道，是完全符合标准的高尔夫球场。唯一甲其他高尔夫球场无同的所在，就是涂骹毋是一片青翠、整理甲足水的草坡啊，是一片咖啡色的土甲沙。会出现这么特别的高尔夫球场，上主要的原因，因为伫非洲西部的布基纳法索是一个非常欠水的国家。L'eau c'est une denrée très chère, donc nous ne pouvons pas nous permettre de faire des forages ici et de faire sortir du verre, pendant que la population a besoin de l'eau pour boire. 事实上，大型的高尔夫球场为着要维持草坡，莫打连去，每工爱用差不多5000公吨的水来喷草。这个水大概是一个12000人的城镇一工用水的量，真正是真上重。但是土骹无草坡啊，要安怎拍高尔夫？这个布基纳法索的球场，就用机油甲土沙抹平，互土较袂闭开，安尼来拍球。不过，伫遮拍球，常常会去拄到连世界级的高尔夫高手都真歹应付的挑战。Et souvent, il y a de ces imprévus là. Tu peux taper ta balle et puis ça cogne un caillou. Ça change carrément la trajectoire de la balle, mais ça fait partie aussi du jeu. C'est ça aussi qui rend un peu atypique le parcours de Ouagadougou. 原本因为欠水，所以才用这种变通的方式来拍高尔夫。但是这个咖啡色的球场，却意外变成一个对环境上界友善、佮上有特色的高尔夫球场。记者甘延恩编译。除了非洲真欠水，美国有袂少所在嘛是沙漠。亚利桑那州有一个无水倒水的庄头，拢是靠载水过生活。即阵因咧载水城市，家己嘛咧欠水，所以已经决定无要搁卖水互因。这个无卖水倒水的庄头，因竟然有人家厝有游泳池，所以讲互批评沙漠内底根本都无应该有这款设施，应该赶紧重新规划要安怎用水。美国西南部经历20年的苦旱，真侪所在水情真严重。隔壁城市史考特戴尔今年就启动对里奥韦德山路的供水，水车只好走到国家远的所在买水，成本加一倍。If we don't have water by the end of March, people are going to start running out. And I don't even know if that's enough at this point. So people
they're getting shocking bills. 当地居民沃克红堡引导的花园有正水的大藏仙人掌，出来看出去有沙漠沿着山脉，风景正水，带起来正舒适。不过就是欠水这波摆。这么大卡桶拢踩伫咧厝外渗河水，摕来充便所，几落工才洗一遍身躯，无法度洗碗，所以食饭拢用纸或者是塑胶碗盘。因为水无够用，成本高悬，所以水拢爱生生啊用。When the water, we regain access to water, we could be paying upwards of over $1,000 to $1,200 a month for water. It holds 8,500 gallons, and I decided not to empty it so I could have extra water to flush the toilet if I need to. 联邦政府要求西南各州减少1/4的用水。斯考兹戴尔当局为着要确保家己市民的权益，设定里奥韦德山麓的供水，讲因过度开发用水土地，要求当地重新规划。The issue of decorative lawns in a desert, and swimming pools, golf courses. I mean, the list is long, but we have to really say, okay, maybe that wasn't the right way to go in the desert. 公司新闻时会中朋友。日本出名作家村上春树摕诺贝尔文学奖的成绩一直拢真好，不过已经10几年啊拢摕无到。但伊是让6年阁发表新的长篇小说，册名号做《城市含伊无确定的墙》。有真侪册迷是对半暝啊就开始排队要等册店开门。3、2、1，亲像下年咧倒拍算同款，等待13反正一个到，这个册迷总算会当买到日本出名作家村上春树的新册。这是村上春树6年搁再来推出的长篇小说，差不多有70个册迷因会当先看先过瘾。这部册暂时甲翻做《城市甲伊无确定的墙》。6年ぶりの新作ということで、またちょっとこのコロナの中で書き始めた新作ということで、もうすごく楽しみにしてきました。すごい前の短編小説の関係っていうのがすごい話題にな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とかいつもの作品、やっぱりどういう新しさを加えてくるのかっていうところをすごい楽しみにしてますね。村上春树伊进前个捌讲，这本册是伫疫情的期间来创作的，并且一直咧思考讲这个墙的意涵。伊还佫表示讲，壁墙会当来交代无同的意义甲目的，这都爱根据伫咧内底的人。这部新作品有672页，是3部甲夹起来，包含甲1980年敢若伫咧杂志顶悬发表，毋过永无出册。这互春树甲看做是失败的作品内底的长篇小说《城市》，甲伊无确定的墙，伊个全部甲定写。新册伫咧13伫全日本来上市，东京有一间册店，佫较是提早3小时，伫咧7点左右就开始营业。コロナ禍ってやっぱりそのオンラインイベントが主だったので、なかなかこうイベントをやっても、数字でしか視聴者数でしか、お客様の数を感じ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ので。実際にああいうふうに多くの方に集まっていただいて嬉しかったですよね。村上伊今年74岁，伊透底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这嘛是伊第15部长篇小说，从2020年开始写作，并且伫咧2022年的12月完成。期间经历真侪国际的重要事件，伊表示讲，社会伫咧经历大变化的时代，美伫咧墙内，也是讲行出去墙的另外一边，已经来成做比进前任何时代更较重要的课题。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